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平常咱来研究日客仔话，今仔日研究较特别，毋是干那研究台湾话、日客仔话，佮研究一下日本话、日客仔话。敢有影国情安尼讲遮紧？来研究一下啦吼。台湾过去捌互日本介管过，所以有迄个日客仔话足趣味，拢用日语来做探讨。亲像头一句，咱讲日本人胖见婚教，日本人胖见婚教，甲台湾人有啥牵连？煞毋知影国情头拄我来讲诶，日本话婚教或者哈斗。日本人若胖见婚教，哈斗就无去啊，哈斗无去啊，讲安那？我国情啊，你讲安尼，敢若小可有一个迷目安尼，无毋对，哈斗无去，就是无哈斗。国情啊，安尼毋咧讲歪音诶，正确，无法度啦。所以咱中部有即句日客仔话，讲日本人胖见婚教，无法度啦吼。国情啊，若即落吼，我有几落句呢，无毋对。国情啊，拢整理伫遮。若阁无够诶，拜托你再甲我牵甲我补充。第二句咱来讲，我那老爸咧讲诶，我那中部民间流传诶，讲日本仔饭。日本仔饭我知，食着安尼酸味，迄款叫做啥？对啦，国情啊，日本仔饭，大家拢嘛知，叫做寿司。哦，安尼你即间吼做作了真好看呢，规间也有迄个总铺控层，也有迄个烫树。规间装潢了真舒适啦吼！当然啦，原来有人咧讲若迄个跋筊底无对，讲叫做舒适。咱莫讲跋筊话，讲顶句讲日本仔饭，下句日客仔话要互你接一个讲舒适啦。搁来第三句，原来甲日本仔有牵连。当然，在国情咧猜想，这拢是过去台湾捌互日本介管过，老爸说出来日客仔话。即句讲叫做日本警察欠保证，日本仔警察咧欠保证，咱知影对清朝时代台湾都有即个保证的保价制，有保证有价长。日本人咧讲保证这两字，日本人安怎讲？日本人共款这两字汉字，人因的发音照读，就是叫做好势。日本仔警察咧欠保证，好势啊啦吼，好势有2款啦。当然，这社会咧流传趣味的话啦，国情啊，就望讲你甲我拢真正好势，一日愈来愈好运。节目阮认真做，你爱照起工，甲阮看，甲阮捧场，甲阮栽培牵架。若国情讲无够，拜托你资料继续提供，感谢你。